6月初6天空日，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设办祭典活动，并结合虎爷圣诞，推出望虎爷、食金卵、求八仙菜等活动，互信众祈福保运、招财气煞、保平安。天光日是一年一度一日尔，咱的玉皇大天尊啊，大开天门，落来巡视凡间，互接受啊咱凡人啊的诉求。人讲的，咱遮众神大德，每一尊拢作灵舍，有所求啊，必有所应。祈愿啊，皆有所得。王大明表示，今年的天空日特别定制600份文创八仙菜，只有拔出圣杯才会当得到，象征天赐良缘、福气加持。而金箔卵则是以创意方式来制成，会当剥开金箔外皮后来使用，有意拨开厄运，迎来好运。主要博有杯，咱庙方就种善，喜事到拢会人讲张灯结彩嘛。这八仙菜会当放在咱的门的顶门槛，会打入门，安尼意味着喜事进眠。当然啦，阮也会当放在咱办公桌仔位，也是咱的发财位。天官武财神赵公明，伊的坐骑就是金虎爷。咱庙方有定做这金宝卵，当然啦，你拜好，这卵壳烫掉，意味着否极泰来，歹运的做去，好运的大吉大利、大进财安尼。庙方表示，天空日当天，除了会举行传统祭天、保运仪式以外，特别设有点通天香祈愿仪式，象征成愿直达天庭，并邀请三大法师伫庙埕主持过7名桥祈安祭改保运，为信众消灾解厄，祝福安康吉祥。台湾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